焦慮症就係個虛症，根本唔係病，非常之好醫。好多人唔明，所以先好唔到。焦慮症喺中醫學入邊屬於矜貴嘅範疇。《傷寒雜病論》中記載，心氣不足，百病侵。焦慮症亦都係同心氣不足有關。心主神明同血脈，焦慮患者由於長期思慮過度，或者遭受重大嘅變故，或者久病傷症損耗心氣，致使心氣失養，造成心氣不暢，令到身體出現心慌、心悸，好似個心臟要跳出喉嚨咁，心跳異常，或者係頭暈多夢、恐懼不安、情緒起伏大咁嘅症狀。好似我之前一位病人，焦慮症1年幾，情緒極度敏感，時而緊張不安，坐立難寧，但有時又驚恐害怕，胃口變得好差。一開始嘗試西藥治療，起初係有點作用，但係後續發覺好難平復情緒，甚至仲有逃避社交嘅諗法。胃口唔好，更係令到佢嘅身體越嚟越虛弱。患者家人實在擔心，帶佢嚟揾我哋睇有冇咩解決嘅方法。佢初診嘅時候咧，脈象細數，睡眠極差，白天嘅精神彷彿仲長嗟短嘆。我辨證為矜貴、心氣虛症。我哋秉持補心益氣嘅治療原則，用黃氏梅花針去疏通經絡，再加龜皮湯。龜皮湯嘅膏方係嚴用大師嘅名方，喺中醫界影響深遠。我哋會根據患者嘅情況進行加減。呢個膏方有益氣補血、健脾養心嘅功效，主治心脾氣血兩虛症。對於啲患者而言咧，恰如其分。好多人睇病只係盯住個外在表現，而忽略咗病症嘅根源。身體展現出嚟嘅呢啲症狀，實質係臟腑俾我哋嘅提醒，及時察覺問題並加以調理，唔好令到負面情緒同疾病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同埋健康。歡迎大家關注、留言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人。